因住聖靈成日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喺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地獄。第3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同埋死人。你信嗎？信。另外，你信聖靈係一聖教會，信徒一體相通喺聖靈裏面啊，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因為佢嘅引導，我哋得到永生嗎？信。咁預祝祝福你哋，咁我應該為你哋施洗。周樂健，你先幾場？周樂健，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主祝福你。張浩林出嚟。張浩林，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神祝福你。胡家俊，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神祝福你。楊俊國，俊康，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神祝福你。邵宏燕，宏燕，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神祝福你。謝賀之，我願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神祝福你。阿榮，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為你施洗，願神祝福你。李嘉林，因為你細個時候已經接受咗神聖嘅洗禮，所以我現在喺教會面前為你證實加入教會當係基督徒一個肯定嘅事實。歡迎你，我哋感謝主，佢哋呢班年青人，我希望你哋之後一直嘅成長，大家彼此扶持，彼此讚美，彼此亦都大家感恩。好，謝謝。